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包，包就是用纸、布、塑胶袋啊，或者是面粉，将物件规个围起来、叠起来意思。像咱讲包水饺、包菜，也有包菜尾。另外，这个包嘛有保证的意思，像咱讲包赢的、包惨的、包输的。另外，算包装的单位，咱讲是一包米，一袋一袋物件，像咱讲药包、茶包。另外，用面粉皮包的料理，像肉包、菜包、挂包、毛人细包，像咱讲包公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挂包原来是安尼写，这是用面粉做的，两片扁扁的形，中开开，准啊包萝卜，也有咸菜、土豆仁脯做伙食。有人讲是好价低。第二个词，咱较罕的看，读做包包，代表讲甲全部的代志拢甲伊接落来做，像咱讲做餐园、包工程、做交通工具，拢会当讲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伊甲这间挂包店包绑落来了后，即马换伊咧话头，换伊来做头家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包提供予大家参考。